来看花莲大开集团经营的大开新农场要关门了。公司是表示讲，因为维护的成本上过悬，12月中就要关起来，土地会幸福退付费。也毋过员工甲这些动物未来要安怎来安排咧？公司是也无回应。大开新农场2010年由大开集团向退付会大东农场租的14公顷内底有生态池、马场、加高水动物区，免费参观，一直拢是游客上喜去的景点之一。即马要关门，大家拢真唔甘。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可惜啊！你们大概来过几次这边？我来了2次了。接下来我生活要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我孤独老人一个，我没有收入了，怎么办？大开董事长柯文伫社群媒体指出，农场维护成本无法度达到收支平衡，所以决定为12月15停止对外开放，各将土地高行退付费。相关人士甲动物气象引起关注，不过大开集团无愿意回应。县政府这边呢也会来辅导，他们转职或其他的辅导的一个部分。那目前的动物安置上呢，现在县政府也发文给台开。希望台开可以妥善来做一个移置哈。官方强调，因为农场连接南北边脚踏车甲步道，沿线陆续地区花莲农道受限区未来土地形退付费了，官府的研究是毋是要做？另外，卖场甲咖啡会馆景点，大开始表示继续营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